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家是五月生产的时节，讲到五月，我们亲戚们都会产地派入台中大甲同高雄甲县。其实苗栗公馆32年前都有农民提种五月的，今家总有为400公顷咯。不过也多年来，才认证其他产地名声过大，反而呢，都囤一个公馆的五月贴上别的产地的标头。按照公馆乡农会同经济部指挥财产局申请产地团体商标，而同公馆五月来证明。不过是拥有因出问题，天时问题又造成五月面黑产量变少，连带影响的一个加工业同面包业，亦能各无爱五月哟，严重影响到农民嘅生活。故所有民间团体发动消费者向下推能买，还听送货，希望五月农是得度过一百个难关。来，你右边小心哦！来，可以稍微进去了，再来，你站那边给他看好了。蓝色嘅太火車，天天呢都推挺好些，農民將一推，從點嘅烏嘅搬上火車。來買嘅人唔係一般嘅販呢，係台灣一個民間團體發起朝民眾來買烏嘅，讓人當到農民嘅屋卡來追貨。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芋头成熟了哈，我们可以开始采收，顶多放3个月吧。在田里面放3个月就一定不行了，就一定不行的。它现在是已经中秋节采收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对，好，所以每年都会到11月、12月的时候，是农民最紧张的时候，如果卖不掉，田里面就会坏掉，所以这个时候吃芋头对你们的帮助最大，是直接帮助。發現日黃永敦頭擺啲保利菜筍頭產量睇到家下，就是發起紅年運動，朝民眾用實際嘅行動來聽訴農民。100位來到苗栗公館，就會認證有一部嘅變出無線語嘅事件，不會受到影響。服務店、麵包店、加工業、早期都減少賣嘅量。甚至到本地風俗應該會歡喜嘅農民，一下子笑唔出嚟咧。黃永敦發現一個現象，就自家去到身體來了解。油打一下，加工的火鍋料，加工的要用油的東西，人家就冇。有的大部分加工就是用炸起來冰嘛，係啊。然後麵包，伊迄咩煮好，加油這樣一條，係嘛？安尼量太重的，你看火鍋料又冇。面包又冇，安尼迄咩就停出來，哎呀，所以假使就會大啊，連2年、3年的天氣又加上去，所以呢3年都唔好。那我们想说，与其等到它崩盘再来帮忙，其实这个时候正是芋头的产期，不如现在大家来吃芋头，是最好的保护住价钱、帮助农民的办法。所以我们在台北发起的芋头运动会，如果我们大家在办公室里面或在家里举行运动会，就可以把自己的儿子啊、女儿啊招回来。大家一起带芋头回家，那办公室也可以這樣分，那這樣子呢，又可以回到自己廚房裡面去做最健康的芋頭料理，那也不用擔心說外面買到這個加工的產品。啲天橋都好，要講要睇條嘅烏嘅，都係一條農民用嘅8到17日嘅時間辛苦照顧嘅成果。黃永敦知道都唔判的，故所想會用安尼嘅法通，朝消費者向下來買，含天數追貨送貨。嗰所菜地嘅農民都動感痛。黑一條啊，黑一太條啊，做嘛？你當鹽條還有按好嘅人嗎？其實真係老人是動歡喜，因為真係老人你天數多，很感恩。然後基本佢來栽，要講個問題就是講，牽涉遠水救不了近火，但是它遠水已經在慢慢幫我們灌溉水了，這樣就是很好的開始。發現也賣烏嘅法拖冇結構，就要依度嘅消費者來用嘅。透過亞紅法拖，每半消費者、農民同土地之間嘅連結很加深。比如說，昨天我們把芋頭送去給汐止一個孔先生，老實講是一個帥哥哈，就是很典型的年輕人。他竟然為了舉辦這個芋頭運動會哈，他去買了一個那個麵包機。就現在家裡那咕咕咕咕咕，
然后设定好时间就会做出面包的。那他们这些人呢，一起研究芋头怎么在家里变成芋头泥，然后进到面包里面去。那除了这个以外，就算你懂，你都还应该做这件事情，鼓励你的孩子打电话给阿嬷，问他说：“阿嬷，那芋头怎么煮？”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跟台湾土地连结，跟台湾土地一连结，跟家里的感情就会变好。秋冬嘅季節，拄好係幫虎尾同種虎尾嘅好時節。一下是會來到苗栗公館，就可以到桂太片、長幼幼圍嘅虎尾田。事實上，公館鄉係全台灣虎尾嘅第二大產區，漸嘅有400公頃。識得到苗栗縣虎尾評鑑比賽頭等獎嘅農民羅運寶就講，虎尾會有安好嘅品質。係現證也打美嘅環境適合來種。而家特別好彩都，人哋後龍海水啊，佢含嘅室內值相當高。個天點佢冇污染，佢完全係嗆嘅水冇污染。所以後龍溪嘅上游來講，佢都斜壩嗰邊開始出來嘅水，好，佢水質相當嘅嗆。所以對人公館來講，它是一個得天獨厚嘅東西啊。所以我哋要當珍惜嗰啲嘅水源。要當感謝呢老天爺啊，俾人一番番來施啦。啲公館鄉種嘅品種係檳榔烏，農民種水烏嘅比例未較多。含加好嘅水質培育出來嘅烏嘅，又鬆香氣又辣。難為烏嘅鄉嘅品質顯出，未係難為一項成功嘅關鍵。種烏嘅家最用嘅係烏羊嘅種，睇下記得烏嘅佢冇開花，所以佢冇結子，所以佢用加烏子，烏子佢即個產出來烏子嚟做加天二胎，嚟產生一個天二胎產生加烏羊出來，所以人哋而家嚟種烏嘅家嚟綁烏羊家，一天都要安尼託過較長較雜嘅烏羊嚟做加種品種安尼。32年前，苗栗公館就已經有農民開始種烏嘅，不過現在當時種嘅技術冇按好，冇打出名聲。直至到按多年來，公館烏嘅種嘅種本人賣，搭配其他素材嘅鋪頭。因為大概因公館真可惜咧，就係即間冇按個大名聲出來啦。像我本我演示迄份太夾嘅拿去做廣告啊，係咧，那當可惜，係啊。不過因為農民全部當認真種，但是都本個總盤上伊用太夾嘅名義去打，嗰個講人家就種起來也變咧人種起來，我賣家私無按嗰個較辛苦啦。我都做紅橋啦，食品裝啊的，就自產自銷啦。冇嗰本總盤上來下來講，都佢控制得呢，嗰個天空同賣出嘢差唔多將近廣州差唔多一批嘅。人家就主要看慢來起步行一條路，做成人家就行了，後尾行嘅就會較當困難啊咧，唔係講一下子有辦法推出去，所以我都講。所有的農產品都講做乜嘢產地證明，真有辦法講唔可以欺騙到人，人家哋會消費者，其實消費者咪嘅權利啦，真唔會欺騙到消費者，也都盤上嘅就地步去下數，去管制真有用。喺冇法人公館300-400公頃嘅烏嚟講話，你就買本批件書嘅盤上嘛。買了講話，人家就烏農嚟講冇辦法去控制。比到為大家知道公館鄉嘅烏嘅，公館鄉農會3年前開始推出身體團體鋪頭，希望建立菜體嘅品牌。我想青葱這個就講咪嗬，消費者叫佢啲買到喺那位嘅咪嗬，所謂的地產地銷，縮短里程嘛嗬，很過了大家非常充實安全。
安全农药的问题。故说公馆农会全力来推广无农药安尼环境的将丰作竟然全部推有机产销履历等等，将有诶咩共同除了公馆农会也有申请经济部的很多产地团体商标之外呢，也就拜托所有的总务诶，拜托所有的房屋诶盘商啊，佢哋公馆的房屋诶就用公馆的台诶，公馆农会的台诶。伫公馆养农会在忙嘅推广下，未見來見到嘅消費者特別講會買公館嘅舞會。這些做舞會堂啊，做舞會班啊，哪個都可以用啦。天風準備做得，是下面沒做得，是下面幫蟲嘅落去當好事咯。因為人公館係出產芋頭嘛，做公館的舞會真好食。反正電視咪有人播啊，當人來也帶公館買舞會啊，所以公館舞會一定好食，輕鬆，個又太調又正。做得愛公館嘅舞會第四面孔打出名聲，還聽說會將舞會嘅附加價值提高。故所農會推出賣一區一區嘅舞會、舞會餅、舞會冰淇淋，韓國特別創新巧妙嘅舞會酒，將會上到下卡多嘅消費族群。因為呢公館農會有酒廠，有夏天的酒的許可證釀酒的許可證。以前呢就有做酒、做紅酒、做紫蘇酒，還有做紫蘇美酒，啊種舞會量按大，迄咪做嚟做，故說呢就開始做舞會酒，結果做出來100%冇香精、冇其他化學添加，但是呢，佢每套安尼飲起來，舞會香味非常非常的清楚，故說你擺全世界比賽就得到金質獎。為咗為打響公館舞會嘅特色，總地搶議市政府機關，就有在地嘅農民陳福德，用嘅新年嘅時間，用自家做嘅有機皮、韓國藥、原烏色嘅布革鉗等5本草生起來嘅方法，研究種出安全有空間嘅有機物嘅。雖然較細點，不過設計來還係鬆。檳榔心芋来讲，它其实一般我们这边苗栗公馆都是种那个水芋啊，就是比较湿的方式在种植。那我的种植方式是干的，比较就是完全几乎都给它放干的，尤其是采收前1个月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干的。那几乎它都是靠水汽在生存而已啊。那这样子它的就是说，它芋头结起来的时候会比较绵密。而且就是再来的话，就是说它病虫害，因为土壤比较干燥，温度比较高，虫比较不喜欢这个环境，所以说虫相对也会变得比较少。陳福德為咗為推廣有機嘅體驗，為消費者了解公館舞會嘅好品質，未推出嚟體驗活動，帶領遊客用舞會做出簡單嘅點心同料理。也是讓消費者就是說建立一個就是說。對他吃的農作物的，比如說芋頭來講的話，他對它的一個栽種的過程，或者是說，在因為人為的栽種、專業的栽種的時候，它對環境的影響的部分，然後再來就是後續的採收的部分，就可以讓遊客來體驗。那體驗起來之後，採收之後，我們要怎麼去做料理，讓它就是說，有一個要比較就是說簡單的方式，好，那。又可以保持，就是說那個芋頭的風味，那就是做這個簡單的一個活動。雖然受到無線油皮嘅影響，公館嘅舞會內有公益團體嘅天數。危機就變做轉機，等人來買變做自家去行銷去賣。透過對品質嘅維護、產地嘅證明同質價嘅行銷，
就是爱建立公馆舞的自家嘅市场。